再来看台湾国际反诈骗协会批评讲，台湾的诈骗集团有超过8成拢设伫境外，台湾政府拢当作无看到。警政署是发声明回应讲，相关的指控毋是事实。刑事局嘛强调讲，会继续透过甲第三国家的执法机关来合作，来掠诈骗集团。 就是个诈骗剧本里面常见的手法。那其实我看起来，我坦白说，我觉得有点像。警察赶紧去银行甲民众口劝，都惊有人搁去用骗去。这款主动诈欺的现象，强要变做是警方的日常。国内诈欺的问题到今也真严重，有国际救援人士批评政府掠诈骗无作为，讲诈欺的主嫌有80%拢伫咧外国，官方查缉无咱无内，互台湾诈骗集团伫咧东南亚继续伫咧唱秋。我只干3年，我可以掌握到园区的细节、诈骗盘口的情况、人口买卖的情况一些资料，你要先去做啊！他们从3年前就跟你讲说，有一个跨部会的小组，根本没有人在干活，为什么？因为台湾政府设诈，实际上做事全部丢给警察。台湾的诈欺犯秘伫外国来骗咱国的民众，唔但讲骗钱，搁做人口的买卖，一再甲台湾人骗出国。台湾国际反诈骗协会讲，行政院成立的打击诈欺指挥中心，虽然已经整合下部会，共同协助掠诈骗，不过实际上的运作根本就无效果。只要拄到相关的案件，各部会都会提责任。我们国家的这些处境啊，国际的处境是比较跟其他国家是比较不一样，所以呢，在有关打击境外的犯罪的部分呢，并不是说我们不去做，而是说对于这些合作的对象的部分，我们会谨慎的去跟他们做接洽。警政署发声明回应讲，咱国警方伫境外电信诈欺，并不是无积极来参与，相关的内容甲实际上有偏差。刑事局阁讲，台湾的国际处境较特殊，掠境外犯罪都要搁较谨慎。面对无友善的国家，嘛持续甲第三国执法的机关合作，共同展开查缉。公视新闻台北。